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副我最中意嘅塔羅牌，就係呢一副領航者塔羅 Voyager Tarot。我用咗呢副牌咧已經超過20年㗎啦。點解我咁中意呢副牌咧？係因為呢一副牌咧係一副 New Age 嘅 Tarot 啦，佢係對準我哋現代人嘅意識，所以咧佢係好容易解讀啦，亦都係非常之準確嘅。咁佢每一張牌咧都有好多 message 嘅，所以我哋係唔需要去開一個牌陣。簡單地抽一張牌咧，你都已經可以攞到咧好清晰嘅信息。呢副牌卡咧可以分為5組，第一組就係主牌 Major Arcana， 你見到咧有羅馬數字呢啲咧就係主牌啦。咁主牌咧係代表住普世嘅人格原型啦，亦都代表住一啲我哋重要嘅學習課題。主牌裏邊咧係有最多信息。如果喺你嘅 reading 裏邊咧出現好多嘅主牌咧，代表住呢一件事咧喺你人生裏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另外咧就有4組嘅副牌啦，分別係 Crystal 代表住思想 I think，Cups 代表住情感 I feel。World 係代表住行動、落實同埋物質層面嘅，代表住 I do。最後咧就係呢副領航者塔羅最特別嘅地方，就係佢有一組靈性牌 Wands， 代表住 I see。所以透過呢4組副牌咧，我哋就會了解到呢件事情咧，其實係傾向於多啲靈性層面上面，我哋係要去調整啦、學習啦，定係感受方面我哋需要處理啊，定還是咧我哋係諗得太多嘢喺思想層面咧係需要調整等等。點解我咁中意玩塔羅牌咧？係因為咧我可以透過抽牌咧，能夠預知將來，知道我每一個選擇咧會開啟一個乜嘢嘅可能性。並且咧我亦都會用佢作為人生嘅 GPS。就係當我睇到我而家行緊嗰條路係唔通嘅時候，我可以點樣修正呢？透過抽牌，我就可以攞到一啲嘅信息，知道自己可以作出啲乜嘢行動上嘅改變，或者心態上面嘅調整，而創造一個不一樣嘅未來。舉一個例子啊，有一年咧，我就準備去法國旅行，但係喺未出發之前咧，法國就發生暴動，咁身邊就有好多朋友咧好擔心話，不如你唔好去啦咁樣。咁我就抽牌睇一睇，我去旅行嘅時候，法國嘅情況係點呢？咁我就抽到呢一張咧，女祭司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呢一張牌係非常之平靜嘅，所以咧佢好明顯咧顯示到俾我睇咧，當我去旅行嘅時候咧，佢哋嗰邊嘅暴動咧應該已經平息咗。果然當你到埗嘅時候咧，法國嗰邊咧已經係完全平靜翻，我哋嘅旅程咧亦都係非常之愉快嘅。另一個例子啦，有時有啲客人咧其實係嚟占卜，就係好想知道對方對自己嘅心意啦。咁我記得有一次有一位男性嘅客人咧，佢就暗戀一個女仔，佢又好想知道呢個女仔咧對佢嘅睇法。咁咧佢就抽到呢一張牌，呢一張叫做 Ecstasy， 佢本身係解狂喜啦。其實咧係代表住咧對方係對佢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好感啊。咁所以咧佢知道之後就好開心啦。冇幾耐咧就話俾我聽有好消息，佢又開始拍拖咯喎。亦都有客人嚟 read 牌咧，係因為同伴侶分咗手，睇下仲有冇得掹。咁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客人咧，佢問佢伴侶而家對佢係點嘅咧？咁啊抽到呢一張牌，呢一張咧叫做 Integrity Nine of Wands 啦。咁係我哋嘅 Hermit， 我哋嘅隱士嘅 Wands 牌，靈性牌嚟嘅。咁其實咧好明顯、好清晰，你都睇到咧呢張牌咧其實係孤身上路啊。所以咧好明顯對方咧已經唔想再繼續呢個關係，係想行翻自己條路。其實咧，我哋解領航者塔羅咧係左右腦並用嘅。除咗了解牌意啦、符號學啦、數字學啦、占星學等等咧，我哋都好着重當下嘅直覺嗰個覺察。咁有一次咧，有位客人咧就想我幫佢解讀一下佢同佢老公嘅關係啦。咁佢就抽到呢一張 Emperor 皇帝牌。咁本身呢張牌咧已經唔係一張好嘅感情牌嚟嘅。你見到咧，呢張牌係完全冇感情嘅元素啦，全部都係啲物質，係啲錢啊、寶箱啊。做生意抽到呢張牌就好好，但喺感情上面咧就唔太理想啦。咁嗰刻我嘅直覺解讀咧就係、佢就係呢一個頭像，呢、個頭像其實係亞歷山大嚟嘅。佢老公咧就係後邊呢個菲臘親王。咁佢哋兩個之間咧係完全冇 connection， 大家係冇望住對方嘅。我個客人咧個腦裏邊咧只係諗住佢啲仔女啦，呢啲羊咧嘅直覺解讀咧就係佢啲仔女啦。咁而佢老公咧好似望緊另一樣嘢，似乎好似望緊另一個人咁樣樣。咁我都提醒佢，你翻去可能要多啲同老公溝通啦。咁冇幾耐我就接到呢個客人咧嘅 message 啦，完全係中咗呢張牌所講嘅嘢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咧學習呢副咁 powerful 嘅領航者塔羅，嚟緊咧我哋就會有領航者塔羅嘅認證閱讀者課程。
個連結咧我就擺咗喺呢個 post 下面啦。喺呢個課堂裏邊，我會引導大家去連結每一張牌，並深入去了解每一張牌嘅牌意，學習符號學、占星、數字學等等。你都會學識點樣可以直覺解讀，並有好多好 powerful 嘅牌陣可以幫助大家咧釐清人生各種唔同嘅問題。期待喺課堂同大家分享更多。